今朝去睇咗石岐區嘅晉龍城景，呢個樓盤我覺得可圈可點，性價比比較高，所以分享一下。如果大家唔係話特別太注重嗰個市中心啊，又或者要求學區好好嘅，呢個盤目前對比成個石岐區乃至東區，佢嘅優勢係比較明顯。一係現樓，第二係價格，價格9字頭，買嘅仲係嗰種改善嘅大戶型，101方係最細嘅，佢101方3房。個客廳同埋個飯廳，我覺得個空間感都係比較好嘅。另外嗰個咧就係102方，102方同101方個戶型格局係差唔多㗎嚇。102方咧就係5到102萬，101方咧110萬到。仲有一個係130方嘅，佢一個3+1房，南向有個大陽台。其實佢每一個戶型都係一個南向大陽台啊。總價130萬到就可以攞得到啊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特別是大家想要現樓又唔想話好似旗杆新城咁要等，又唔想花咁多成本，你睇睇總價123萬可以買到一套。比較寬闊啊，唔敢講話非常之改善，但係呢個空間感嘅尺度係非常之好嘅。好似我前兩日有個客戶想話俾50萬嘅首付，唔想月供咁大壓力，你買套呢啲響石岐區，你月供可能就2000蚊左右就搞得掂啦。如果唔係話特別追嗰種新款嘅產品，呢個盤係好有佢嘅競爭力喺度，主要都係價格啦，同埋佢係現樓。唯一一個缺點，我覺得就係如果你係好需要靚嘅學區咧，就唔係咁啱。但係佢對應嘅學區，鄭怡或者係高架機，佢除咗學校細啲，其實老師都差唔多。最緊要你揾個好嘅班主任，所以我覺得呢個盤係值得大家。如果響石岐區揾一啲偏改善少少，112方、123方啊，要3房要現樓，可以對比一下。最緊要你想價格平123萬，唔想話超過150萬嘅，真係可以對比一下。有一個缺點啊，補充一下，就係佢唔係好多樓層，畢竟晉龍城景咧都賣咗6-7年㗎啦。呢個樓盤響18、19年嗰陣開始已經賣㗎啦，所以佢到而家佢嘅樓層唔係好多，都係咁講啦，先到先得。如果大家想要去睇睇，或者係想要了解呢個樓盤嘅詳細情況，可以嚟揾我嚇，簡單咁樣分享一下。拜拜。